们做哈嘎 tea with Takio Kako， 最重要就是 Takio Kako 了。错啊，其实哦，亚布的哦，份眼顶我个董事行啊，就咖喱人嘅客家凤米擂茶，你个唔会茶哦。很不错，重点是 making myself is better。错啊，这个做的哦，清完型。home baking。啊 ，home baking。要不要痛诶？OK。系啊，做份眼清汤药酒啊。Brown sugar 呀。清汤药嘅。英国版的。这些够吗？差不多了啊。按你哦，石头就准备都差不多了。你要做这准备哦，做去做个客家擂茶份眼。好啊，走。讲期待呢。我也是。好嘞，家石头就准备好了哦。有黑糖胡同，还有太白粉。讲讲啊，是嘞哦，去个做个清碗型。没错。Making it myself is better。我告诉你，很简单，因为呢，像黑糖啊，就这样加1匙半，然后呢，这个加6匙，按照步骤就 OK 咯。没啊，那大嫂你的披风都一样的话，那味道不都一样吗？重点是自己做 by myself 心意。去个做个清碗型。交给我，交给我。好，然后呢，就准备加热。变大火。让它沸腾。滚了，快，趁热，把它倒到太白粉里面。倒进去。对。赶快搅拌。交给你。看起来有用的啊。不错哟。看起来有的哦。我们可以开始来搓粉圆。你看圆不圆？你看哪个？哎呦，珍珠哦，有进步哦。这个这个东西清碗型。重点是 by myself。这样应该够了。好了，煮喽。我是煮的哦。这个做给哦清碗型啊。Making it myself is better。你觉得我们明天呢，大概要做几杯啊？明天啊，如果我去推销的话，生意应该是不错。所以来个100杯。今天晚上可能不用睡觉了。虽然讲哦，这个做敷衍动甜，但是 making it myself is better。错啊，这个做个清碗型。